宝宝睡觉呀，我直接搞了这么大一个凉皮给他盖在身上，你知道这是啥感觉吗？这种厚被子呀，就不要再给宝宝盖了，不盖了它冷，盖了呢它都热。天热它散热特别慢，越睡越热，它就会踢被子，半夜呢就很容易着凉。凉皮的冰丝毯一整个呀都是南京的莫代尔面料，这种呀它吸热快，它散热更快，睡一夜都不带出汗沾身子的，而且它呀就是自带凉感的，上身都是非常凉爽的。如果穿短裤哈，你给它挨着皮肤，那真的感觉自己像条鱼一样凉凉的、滑滑的。但它呀做工都是这种高密的，整个可以机洗，不会变形，不会起球。像这个呀就不行，这个就洗了一次，整个就松散掉了。这一条呀我都不知道洗了多少次，也没有发黄，也没有发硬。平时放在推车上，孩子睡觉当个小盖毯，出门呢还可以给它装在包里，很方便。他家啊一到巨热的天气啊，总是卖断货。你买过第一条就想回购第二条，我直接买了2条，宝宝一个，我一个。